注意啦，如果身體太寒，嚟嘢唔順，量又少，面仔仲黃冚冚嘅，咁就要勤力啲補起身㗎啦。但好多人話一補就上火，點算呢？嗱，養生睇老黃，健康唔使驚。下邊呢個靚湯呢，各位姐妹記得認真學起身啦。首先我哋準備半隻嘅清熱老雞乸，將佢斬成一嚿嚿備用。因為呢隻雞呢係順風冷鏈冰鮮寄過嚟嘅，所以我習慣會俾啲薑片飛飛水。嗱，老雞乸呢，通常嘅養嘅時間都係1年以上嘅。咁佢入邊核苷酸、游離氨基酸等營養物質都會比普通雞仔高好多㗎。所以呢個呢，就用老雞乸嚟煲出嚟啖湯會更加鮮甜嘅原因所在啦。理解飛啦嘛？跟住水滾之後，大概3分鐘左右就可以撈起嚟清洗乾淨，放埋一邊備用㗎啦。各位姐妹，老黃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食養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啦。不如幫老黃點返個免費嘅小紅心關注支持下咧，唔該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跟住我哋準備6粒嘅紅棗同埋10克嘅麥冬，中和一下食材嘅熱氣。重點係加入10克嘅青椒人參，撇撇汗，